佮讲升级的流感疫苗是占公费流感疫苗5成以上，也毋过呢，即马所传出伫旧年风台假期间，有职员甲这上百只的鸟鼠放伫实验室，外界是真烦恼，讲这疫苗恐惊是会受到污染。食药署公布稽查结果，确认讲这有鸟鼠的区域甲疫苗的生产区域是无共大，也毋过因的消毒记录是无够完整，所以已经限期改善。国光生技是台湾第一间研发生产疫苗的上市公司，每年提供5成以上的公费流感疫苗给国人做。不过，即马内部有人逼讲，台中的潭子区实验室有上百只鸟鼠死过卵，规间实验室臭毛毛，让人担心会污染疫苗研发加生产。实验动物的这2件事情啊，都是发生在这个研发的实验室有关啊。那么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产品的生产、疫苗生产是没有关系的。国光生技第23出面澄清，讲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旧年7月，因为强烈风台开灭，台中临时放2天风台假，造成无法度照时间甲实验动物，遂送去南投的专用动物房。研发实验室甲疫苗生产作业的场所是无同，未有疫苗污染或者是变质的问题。为了保障区台员工，食药署会派人去稽查，若有违反相关规定，会依法裁处。如果说的确有在违反 DNP 的规则我们可以用药事法来罚款至少3万到200万的中间。经过稽查，确定有鸟鼠的所在甲生产疫苗是无同的实验室，并无疫苗品质安全的问题。验过发现，包括实验动物接受管理无完善，还有消毒记录无完整4大缺失，要求伫1礼拜内改正，若无相关会当罚200万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